东北大个女的，真牛批，说的可以吧？拉萨方言，拉萨方言是对那我在教学过。俺的呀狗，像人爱了这的，干的，打的，这嘎嘎心着是，这心着是。俺那是真的，那就。哎呀，但是给你们的我这里晓得，是啥子？我这。我可能是你钱俺最对呢，俺最贴东西的什么汤的吧？俺都钱干我，你钱出用掉的钱，现俺最对呢，比起对个长春那了呢，我确不这差不的。看一下人不等着这的话，那看最贴东了西域那这单嘛钱个汤鱼给的，俺那等着钱干我这盘过来干我做药的给我这的。俺那孩子想了呀，公里看些许多嘛用，俺就到底给谁这带对什么？别米没这个了，今天当就用过的话，没这个了，别今天当就用给，那俺就贴多的看嘛干，俺就到底给谁来这些颜色给乱去点吧。俺那看把那了俩第三用给对什么？地震预警是你明白？我的给告诉我，俺就得给马团干去，来这些看过的这个啥的这个来这些有说话，俺就得给吃了马团对什么？没这俺就当都没这对嘛的。没这些米干，我都是吃过的是给的些。他什么都样嘛，这那人家什么叫不吧？一年来过么个这是家这些东西，平时这那的开头嘛的。我刚过了，俺知道菲律宾的，啥子看啥看给菲律宾的这个都是要入钱，我们就那干那东那吃吃干，我都是要看那个啥子，那没得现在个啥子搞不大呢？平常那老刚年清不清个这个了怕这，哦呀，那公边那老一年的，啥子看啥看的，俺就现在个跟着去过吧。那工作的你俺这天都在汤出有个的这些，现在工作买这类的人家，这类呢嘛我去开这样嘛的，偏大是开头嘛的这个，那不过去等着到上广大等给他上有就是吧，年个钱不钱，那我们我就是干这些个，钱都按照是钱用过的，人家我这天天三桥公园等着的，工作的都是多少钱呢啊？工作我这这钱不等着买的。没事的，俺这的钱呢，俺就开钱嘛，就工资人家的吧，上有给，刚才这个车啥子的看长啊，差不多这钱，人家不要的吧？那现在了，停止中我去给，大部分的这个的钱呢，我就工作，那么工作难的，看过的这个他大的是儿子的多，现在了，但上有多给谁别干的，那年个差不送咱，那工作去了嘛，得空了，等着钱得过的。唉，那看过我这。原来等着听歌，那来给客给他都是钱，拿到嘛我等着吃，哦，给客给人家都是要给过的吧？一年来岁能力等着他没吃，等着钱那我这搞不得，我可在原来嘞，才说是你的，推出是你的牛头马的吧，对吧？你不用这样说，你这样说我听不懂。哎呀，等等俺是个可感觉个的，那我说康巴话吧，那个怕一感觉都。你俩谁是狗子的老婆？不是，我是狗子老师的徒弟讲大话，我呀，你们讲的给讲啊。等着这人个菜人去团去，等小女呢，有啥个啥钱呢？就啥钱呢？就谁的在那呢？一个这个，他这种是啥的那里？等你呢，弟弟你们个他这种个的。中村弄个干啥干的，干办着也来，等着现在干靠9年弄了，所以现在的这，那打着了莫扎弄了，莫扎工加了这么着，干在那装吧在那这么着花点个，电脑从马不摘等着写字的。那这咱们个4794。那说，说一下英语。我也是的，知不知道？也是个的，知不知道？是真的。啊妈妈，我们两个像不像啊？不像，你这么漂亮，哪里像？怎么可能？啊不，这家小红肉了呢。刚刚去了咱们叫这个啊不，家里先忙这是哎。家么个哎家。家把手家着。家把就等一下。哎呦，我是江大东部的，当哥看我你妈走怎么去的？等那东人都没多看了，街都在认着是看。今晚来市里嘛，这里的是爬起3万3长洲去，等那看都去个这里群众线啊，才能去团去，去个这里这才的进来里的，这些都进来的，超进来的，干进来的，马天那的爬起拉萨的建筑进。你是哪位？我想关注你。我的抖音叫做一夕
西有知道的朋友的话，帮我扣一下。美女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俺打罗达老清楚嘛，真的，打罗达毕业的或者谈着的。美女说话的特别好，感觉起感冒了。感冒的我妈这里的你妈得了个，你妈俺认着的，你妈俺弄的，你妈东坡从的个人说在清最新的的，真的你妈你把那抢那铺，哎呀，当你做那我妈说那进来的，抢把铺进来是我妈去的。第三个就是和主播堂前真的的大学的我妈真的去的。说家乡话，好的好的，家乡话。姐姐你感冒了吗？我感冒了。地震厉不厉害？大震震那年了，那在现在在场呢，找到那个一的草甸就一的草俺就，俺的那个就是一的，这一就才听。一夕，对的，就是这个一夕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21岁。今年21岁，大你咱你认识个？他那前走家郎的这绿没来，家很多时间都是工。啊。他那这绿没来是那桌子的。这绿我听不。家很多送着钱的是个。家的嘛，吃早一点。上哪里大学？西藏民族大学今年毕业。对。一西语言天赋牛逼。这。跟路当着我们的学习是个。对。因为是我的学生嘛，我的学生啊，我的徒弟，对，我的徒弟啊，然后就什么唱都会歌，什么唱都会歌，什么歌都会唱。哦，什么歌都会唱，然后就现在呢，唱歌的话有点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目前只会2个，对吧？对。老师给他好好的难念的事情教给他，所有的我的3个都给他教，对吧？这我也当个小小的继承人，对吧？对。我想做的了，他没办法。刚刚有地震吗？有，通铺哪里？到通铺人大，通铺哪里？到人大新康个吧在那，下巴吧在那，在那里。说一下那句话呀，他能去给叫这个的，就是讲俺做给家提的，但你这次怕来吧？那句本地话跟比如话说的比较好，巴青所县那些的话，30-40%吧，你敢信吗？比如给要是要来他，哎，比如给家跟那要是要这种。不是给家跟那要是的，我不晓得。哎都，我得可几个的。你的抖音号叫什么？一夕，就一夕。一夕2个字。一什么夕啊？夕什么夕？义是那个义气的义，西是东南西北的西，东西的西，就2个字一夕。地震停了吗？现在停了，现在停了。说一下比如话，还就这个的。比如话讲个那部方言都。一夕对，就是那个。方言都阿萨米的点撇捺那个义。那学搞呢。那就给交流在那里。给他讲噻。交流噻。就这个啦。什么意思嘛？比如给你讲个的。这讲的。他这5块就我去。他这现在在读。在对那那就应该录得到。那去长啊多少？俺这边就俺容易。什么后坐着的？那俺这长啊多少？都着的。后坐着。说林芝话。林芝话不会。喊叫嘛的，喊啥了吧？是的。这的。喊叫嘛的是那去接线的颜色的。喊的啥了吧是那去俺的啥来颜色的。喊的啥来的？喊的啥来的？喊的啥来的？喊是那全是的。喊的啥来吧？叫嘛的。叫嘛的是那接线的颜色的。定期。定期给你交的。定期给他你啥不交嘞？去交过来的，去交过来的。他怎么做的？啥里头对？啥里头？定期给交过那啥里头那了。好啥呢？哪的的？我们的啥里头？啥里头或者定期给交过的。干嘛差不多的想的？交给哎不对的。好保证身体。你的寺庙是谁？这个谁？我的寺庙是都是干巴的人啊。酥肉的猪吧。
连续5次余震，对，而且5次余震都是4.2、4.5、4.7、5.0那么高，那么严重，3样子嘞，3。家老家他们菜了老家，那是怕有。